德妃娘娘何苦如此跟自己过不去？还不赶紧将地上收拾干净！诺。宫中虽缩减开支，但怀了皇嗣的云妃却从未省过吃用。德妃娘娘刚生产完，更是要保重好身子。本宫的娘家在朝中仍掌握军中大权，方方面面皆有所照应。往后这关雎宫的吃用，跟辛夷宫分毫不差。一个利用产婆来陷害云妃的人，本宫应该相信吗？这菜里不会有毒吧？本宫早就猜到，将圣姑儿子送至元秀宫，是你的杰作。不过本宫断不会陷害德妃娘娘，我恨不得将你当菩萨供着。你们全都退下吧。诺。你是在向本宫买我10年的光景吗？10年？这恐怕连10个月都不用。德妃娘娘已反转整个局面，本宫愿意追随德妃娘娘，一同对付那聂无双，帮你夺回失去的儿子。你说明白点儿。以往，你的皇兄从未放弃过你与大兰。姑母。哎，子妍。子妍嚷着要来找公主玩，我便带她过来了。未打扰你休息吧。不碍事的，正好姑母也想子妍了。先生留的功课做好了吗？真乖。那我们一同去御花园放纸鸢，好吗？陈薛弼见过淑妃娘娘。驸马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上次有几册兵书落在家里，特地来取。你们请便。母后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嫂，你来了。本宫方才回来怡宫，听雪珂讲，淑妃带着紫妍来找公主了。本宫来接紫妍回去，未给公主添麻烦吧？哪有？紫妍最听姑母的话了，对吧？紫妍最乖了。淑妃，太后丧期未过，6宫之人均不施粉黛，你为何破例？臣妾近日睡眠不好，今日只是稍加了一点胭脂，以后不敢了。可本宫越看你，越觉着你容光焕发。哪里啊？怎的会呢，皇后娘娘？微臣薛弼见过皇后娘娘。原来驸马也在啊！微臣还有事，先行告退一步。
子言，母后问你，今日淑妃娘娘为何会带你去找姑母？是子言吵着说想姑母了吗？子言确实想姑母，但子言并未告诉淑妃娘娘，她怎么知道子言想姑母了呢？殿下，您慢点儿，慢点，殿下，小心！云乐公主驾到！殿下慢点跑！哎，慢点，殿下。子言，殿下，来这边。云乐参见皇嫂。殿下，云乐，你来找皇嫂有何事？好了，殿下别跑了。你来找皇嫂是出了何事？薛碧进来晚间总回驸马府，我不想面对他，所以打算在宫中住几日。不知皇嫂可否应允云乐？驸马不是夜已住在军中了吗？母后过世之后，他总是找借口回来住。哪儿啊？驸马毕竟从小与你一同长大，知悉你近日心中难过，想要多给你一点关心。可我并不稀罕他的关心。再说最近，莲妃、淑妃还有五嫂他们都常来看我。如此，你回来住也好。子言总是嚷着要去找你玩，你可多陪陪他。云乐谢过皇嫂。那云乐便先不叨扰皇嫂了，我陪子言玩一会儿。子言，到姑母这儿来。殿下这边。来，子言来追我呀。雪珂，去把本宫的披肩拿来。皇后娘娘，天都黑了，你要去何处啊？有些事需天黑了方可处理。外面天气凉，让奴婢陪你同去吧。本宫去元秀宫找莲妃娘娘有事商议，你就不必跟着去了，在此看护子言吧。诺。姨母，梓潼无法接受你的死与福香有关，梓潼不想再被这样的想法折磨了。今夜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若姨母在天有灵的话，定要保佑梓潼真相大白。你醒醒啊！福香，福香，福香，你快来了！我害怕，帮我搓搓他的手，说不定还能活过来。福香，福香，快呀！我不敢，这有何不敢的？她是我们的姨母啊！佛祖在上，求你保佑，立国灭难。我薛家一族
能够沉冤得雪。薛朗，福香，福香，薛朗，我好想你啊！这么多日未见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会出事。放心，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很快便会过去了，因为一切都很顺利，我们的出头之日就快到了。到那时，你我就不用再这般偷偷摸摸，可长长远远在一起。可是，你我总在这上元宫相会，并非长久之计。我害怕终有一日，我们的秘密会被别人揭穿。傻瓜，你忘记了，勇敢，有我在。皇上如今面对离国的天君，已然够头疼了。王太后的死，最后只会不了了之。再说，这老妖婆生前作恶多端，她一死，不知有多少人暗地里拍手叫好，又有谁会去为她追查？到头来，此事很快便会被大家忘记的。可是，太后将死之时拽掉了我一只耳坠，我怕被别人捡到，便会怀疑到我头上来了。老妖婆死后已逾1月，既然未被人发现，那肯定就是没有了。哎呀，不过是区区一只耳坠，就算被人捡到了，你可以说那是很早之前遗失了。耳坠又不会说话，如何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？薛郎如此一讲，我便放心多了。放心，将来薛弼又岂止一个御林军副统领，到那时我到哪里都带着你，日日宠着你，我便是你的靠山。薛郎，这就是我掉的那只耳坠，为何会在这儿？是你之前掉于此处的吗？不可能，那人明明被太后拽在手里了。谁？谁在这儿？谁？出来！谁？谁在这里？皇后娘娘，表姐，本宫今日终于明白了，为何太后过世的那日，你会害怕而不敢进上元宫。你杀害姨母，是因为她撞破了你们的奸情。皇后娘娘，不，表姐，太后都已死了，就算你查到真相，又能如何呢？上次生过的事情，你不是业已原谅我了吗？这次你再放过我一次吧！薛郎，我们今夜就走，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表姐，不可能！本宫跟你不一样，良心还未被狗吃掉。本宫此生最大的错，就是将你带入宫中，还一次一次袒护你犯下的错。还有你，薛氏一族本是逆贼。皇上念及薛氏对大兰有功，才准你活下来的，未想到却养虎为患。表姐，那夜姨母的死，我们真的是迫不得已的。你是欲告诉本宫，你二人通奸杀人是情有可原吗？这是万劫不复的错，死不足惜。皇后娘娘，你凭什么说这番话？难道你就是完人吗？难道你就未曾犯过万劫不复的错吗？我薛弼走至今日这田地，是谁害的？是谁将那合欢伞放在酒中，毁了我跟云乐的一生？这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该做的吗？好，今日既然你要跟我撕破脸，来，我有足够的胆量牵着福香的手，走在世人的面前，大声说出我爱她，我要跟她在一起。皇后娘娘，你呢？你有同我一样的胆量吗？你敢在世人面前大声说出那合欢伞的卑劣行为是你所为吗？
到时，你还有何颜面主理六宫？还有何颜面面对皇上，面对天下人？若你不想如此的话，便用你的丑闻来交换今晚的真相。不，本宫绝不受你威胁。本宫会将合欢伞一事直言不讳地告知皇上，就算受尽天下人耻笑，就算将皇后的凤印交出，就算皇上恨死本宫，也要为冤死的姨母抱怨雪耻。走，你即刻跟随本宫去殿上。不要，松开！跟我走！松开！你不能毁了雪碧！松开！放开他！娘娘，你放开他！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！你疯了，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赶紧走，走啊！快走，走，走！皇上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皇后娘娘在上元宫中出事了。皇后娘娘，皇后！走，去那边看看。这边。走。如何是好，薛老？这么多人，别怕，有我在。不如我们逃出宫去吧，从此过平凡人的生活。宫门守卫最严，且我们两人手无寸铁，如何逃出去？再说了，若此刻出宫的话，我与高阳就再无价值，岂不是前功尽废？这边没有。怎么办？总会有办法的。总之，你我二人同生共死。这边没有。薛老，
你走吧，我去引开他们。不可！我已经跑不动了，如此下去我会连累你的。你快走啊！唯有你活着才可以救我。快走啊，走啊，快啊！来不及了，快走啊！在那边，快追啊，快！真是痴情的戏码。你是谁？焦桐，你不是已经离宫了吗？臣妾生性懦弱，不能决断，无法在皇上危急之时为皇上分忧。臣妾不配做这个皇后。皇上，节哀顺变。到底是谁？谁敢谋害朕的母后与子彤？到底是谁呀？朕萧凤鸣对列祖列宗发誓，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出真正的元凶。请。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要去明月宫，看看薛郎是否也安全。等等，若薛婢看到你这个样子，会心疼的。焦桐，替本宫去明月宫走一趟，给淑妃娘娘吃颗定心丸。诺。淑妃娘娘，喝杯热茶压压惊吧。你为何要救我？淑妃娘娘在本宫最危难的时候，曾与本宫同仇敌忾，而本宫怎会忘恩负义呢？在你今日最危难的时刻，袖手旁观呢？可此事早晚会败露，皇上定不会饶了我们。德妃，你可否想想法子，助我跟薛郎逃往离国？可丢掉兰国这盘棋，便等于丧失了荣华富贵呀。你问过薛婢吗？她这下半辈子如何抬头做人？可是，我们闯下的祸已回不了头了。回不了头？哦，那本宫猜，此事该与人命有关吧？太后的死与皇后的死，不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吧？我不知你在说什么。淑妃同驸马郎情妾意，本宫艳羡不已。可如今啊，并非是谈情说爱的时候，要想挽回此局，就要看是落在谁的手里，也要看淑妃娘娘是否完全信任本宫啊。都是他们的命数自视过高，惹火烧身。怎么样？回娘娘，驸马已安全回到军中，并且加入了追捕谋害皇后娘娘凶手的队伍。下去吧。诺。
本宫早就说过，淑妃娘娘福大命大，而这耳坠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。我皇兄安插在宫中的人，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。德妃的意思是，太后与皇后这两桩命案没那么容易不了了之的，但若要找人为你顶了此事，相信无人比他更合适了吧？聂无双，正好报了我的夺子之仇。可是仅凭一只耳坠，怎么可能？那就要看谁在背后操控此事。太后虽跋扈，皇后虽怯懦，可他们的死对于皇上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重击。若再加上瑞王的打击，那我皇兄拿下兰国也是事半功倍了。萧凤鸣强如一国之君，但也有脆弱的时候。那我如今需要做什么？回去好好梳洗打扮一下，卸掉脸上的浓妆，换上一副哀痛的神色。若有人发现你事发的时候并不在辛夷宫，便告知他们，说本宫失子之后在关雎宫精神适于正常，你过来探望。说你疯了？只要装疯啊，很多事都能置身于事外，更无人会想到本宫才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。接下来，谁能安抚皇上的心，谁就能掌控六宫。而聂无双，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昨晚云乐去找皇嫂的时候，皇嫂还好好的，怎么会？雪珂，你将昨晚的情形，皇后都见过什么人，将所有的事都一五一十地说给朕听。昨日傍晚，云乐公主来莱夷宫找皇后娘娘，而后留住宫中。皇后娘娘陪大皇子背诗，奴婢一直陪在娘娘身边。夜半，奴婢服侍娘娘睡下，娘娘好似一直心事重重。她怎会无缘无故去上元宫佛堂，又怎会撞在蜡烛台上？大皇子熟睡后，娘娘突然披衣出去，奴婢本想跟娘娘一道，可娘娘不允，说什么有些事只好等天黑了才好处理。她说过要去见谁吗？啊，奴婢想起来了，皇后娘娘似是说要去见莲妃娘娘，对，是莲妃娘娘。可是皇后娘娘昨晚并未来元秀宫啊。说下去。奴婢看娘娘许久未回，心里很是放心不下，因此便点了盏灯去寻，未曾想，莲妃娘娘，皇后娘娘平时对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害皇后娘娘？我怎么可能会害皇后娘娘呢？莲妃，你昨日去看过皇后吗？不曾。近日天气寒冷，元秀宫早早便关了宫门。昨日无双不到亥时就已睡下了。奴婢可为娘娘作证，昨晚奴婢一直与娘娘在一起。既然皇后要去上元宫，那她有何理由需要瞒着雪珂行事呢？此事蹊跷，其中必有隐情，请皇上彻查。启禀皇上，太医署沈太医求见。传。
微臣沈文参见皇上。沈太医有何发现？微臣查验皇后娘娘的死因，发现皇后娘娘的手中握有一只耳坠。雪珂，你可认得此物？奴婢认得，这的确是皇后娘娘的。当年四珍房相好后，是奴婢陪娘娘一道去领的，但娘娘很少佩戴。但这几日，皇后娘娘经常将它带在身边，看着耳坠，若有所思。耳坠本来是一对的，那另外一只呢？是否落在来义宫皇后娘娘的卧房？林冕，小的马上去。皇上，能否让臣妾看一眼这耳坠？臣妾记得，这耳坠皇后娘娘已将它送给，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。你给朕好好想想。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的寝宫并无此耳坠。臣妾想起了，也可能是记错了。说，究竟皇后把耳坠送给谁了？似是莲妃娘娘。怎么会？皇上，无双从未见过这只耳坠。林冕，替朕去元秀宫搜。诺。等等，请皇上准许微臣亲自去搜查元秀宫。好，朕最相信的就是你，你一定会秉公办理，大公无私。诺。妙将军，娘娘不在，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奉皇上的旨意，搜查元秀宫。你们几个到那边，你们到那边，都搜仔细了。都搜到了吗？没有搜到。你们呢？这边也没有。你慌乱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徽统领，这只是一些枯萎的花，跟娘娘练字的废纸。莲妃娘娘的，不，小的不知，小的不知啊！将头抬起来，带回去。杨直，你告诉朕，这个耳坠是否莲妃娘娘命你扔掉的？皇上，小的不敢讲。说，老老实实告诉朕。当时莲妃娘娘慌慌张张，清晨回到元秀宫，命小的将那耳坠丢掉。
皇上，无双从未见过这耳坠，也从未命杨直将它丢掉。娘娘，你杨直，你胡说！皇上，这分明就是陷害。奴婢整日跟娘娘在一起，她昨夜根本就未离开过元秀宫。夏兰曾因护主服药寻死，她的话还有可信的价值吗？莲妃，你可还有话要跟朕解释吗？回皇上，前阵子无双已发现杨直行迹可疑，他是离国派在无双身边的细作，擅长模仿我的笔迹，已伪造了不少我通敌的证据。皇上冤枉啊！娘娘，杨直对你一向忠心耿耿，你怎能如此加害小的？既然发现此人可疑，为何不早点告知朕？先是太后被害，后有离国天君挑衅我大兰，皇上已是心烦意乱。无双本想等国事平复以后再禀报皇上。就跟你隐瞒老铁的身份就是顾青红一样，对吗？对吗？皇上，太后跟皇后的死不能不追究，请皇上秉公处理，严惩凶手。请皇上明察。当日在教场上，离国以天君对付大兰，更是要求交出东林寺与莲妃娘娘。顾莲妃娘娘对兰离两国的邦交有着重大的影响。太后娘娘与皇后娘娘之死，是否当真跟莲妃娘娘有关？这一切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皇上，请允许臣妾说两句。莲妃娘娘弱不禁风，太后遇害后，太医说行凶者不止一人。臣妾认为，此事需再做细查，不可妄断，伤及无辜。皇上，当时在校场之上，李王已说出莲妃便是妙芊芊的真相。这莲妃跟妙将军是何等关系？此事的共犯又是何人？都该有迹可循。若皇上不相信无双，无双愿一力承担，不愿连累他人。若这共犯并非妙将军，那在这宫中，有谁会不顾一切地保护莲妃？又有谁如此憎恨太后呢？不可能，五哥不可能是共犯。够了！你们到底还想将多少人牵连在内？瑞王呢？回皇上，瑞王为打造磁石场一事，已离宫多日。召他回宫，先将莲妃与杨直收进天牢，待瑞王回来，再做审讯。诺。先与大兰和解，好好休养生息，等着你的伙伴诞生。那时，大兰将有多少田地荒芜，草木枯萎？到时，你们会陪着我看到人心。再往前走1里路，便有一间像样的茶馆，不用再委屈瑞王了。吃什么不重要，节省开销。本王自当先为表率。徐太尉，国库的支持何时才能到位？此事虽非同小可，但开采磁石耗资巨大，要按朝中的程序上报。等拿到国库的支援，最少也要5日啊！来不及了。德顺。在，本王要你回去，将瑞王府所有的钱财储备，以及江南一带的家产，
全部变卖。这岂非倾家荡产吗？瑞王啊，莫要冲动，此事怎可凭一己之力达成啊？来不及了，许太尉。又何时能与大兰的安危相提并论呢？将画舫也卖了。我记得前阵子有位富商一直惦记着本王的画舫。可是殿下，画舫业已不在了。不在了？什么意思？前2日离开京城的时候，德顺便禀报过殿下，说咱们的画舫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当时小台问过殿下，要不要派人去查。我当时定是忙到焦头烂额，全然不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些事。唉，真是多事之秋啊！一条官家的画舫竟能够凭空消失，是谁有这个胆子干这种事？哦，近来离国的朝廷开始向百姓收缴铁器，百姓苦不堪言呐，恐怕是为了继续打造天军呐。正因如此，这一刻都不能再等了。德顺，回去后立刻执行。可是，要是瑞王妃问起来的话，该如何回答？小的遵命。有瑞王在，离国的天军只不过雕虫小技，一堆废铁而已。对呀，一堆废铁，没错。哈哈，坐坐坐。许太尉，啊，你先慢用，我去附近探查。好。你们先吃，我去趟茅房。殿下，别来无恙。果然是你。看来你对我的兴趣和我对你的一样浓厚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见我呢。你没有离开大兰。时间与距离对我们来说并非问题，这一点你比谁都清楚。你到底想要搞什么鬼？我来看看大兰国备战的进度。不过我奉劝你一句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除了天军，我们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行动，到时会给你惊喜的。我与皇兄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殿下，你太善良了，你真以为兄弟就能情比金坚吗？若你皇兄知道你私自来见我，会作何感想？你故意引我来这里？来不及了，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，战争早就已经开始了，这将是大兰国最悲苦的寒冬。什么事？瑞王，不好了！宫中举报，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你说什么？莲妃娘娘成了嫌犯，皇上请瑞王尽快回宫。不可能！许太尉，这里先交给你。德顺，我回宫。啊，诺。这南方的水土就是不一样，女人个个玲珑剔透，柔情似水。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南北各有千秋。老萧是真懂得享受啊！看看这画舫，湖光山色，美人入怀，令人流连忘返。10日，不过10日而已。本公子已然觉着自己比从前秀气多了。杨立达，本公子身上是否多了几分萧氏兄弟的气质？公子，你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公子是北方人，人家说北方人生性残暴，可是公子看起来很温柔呢。
本公子对女人向来温柔，对男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。公子，外面似乎是官家的侍卫。这船都偷了10日了，他们才追查至此。兰国的办事效率可真是令本公子失望。船上何人，竟敢私自开走瑞王的画舫？公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10日了，朕太寂寞了，将他们全部都杀掉，朕不期望看到无用之人。喂，还有，留下一个活口回去告诉姓萧的，朕从未离开，也根本不打算离开。喂，2位美人，千万不要害怕，有朕来保护你们。歌舞升平起来，都给我继续弹奏。这杨直一口咬定那珊瑚耳坠是聂无双嘱咐他丢掉的，离国细作的身份也是聂无双无中生有加在他身上的。这下连妙明湖都大义灭亲，交出耳坠，我看聂无双这回是无力回天了。哼，似杨直这种人呢，最好收买了，因为够简单，只要给他想要的，便能替本宫卖命。不过，皇上对聂无双的信任，恐怕很难在一夜之间消解殆尽。聂无双已被关押在大理寺，皇上也下令命瑞王回朝。哼，只恐那个瑞王回来会扭转整个局面，除非他们兄弟之间也起了疑心。娘娘，焦桐还带回来一个好消息给娘娘。今日晨间，杨直急匆匆地去见了一个人。莫非我皇兄在这宫中还有其他内应？并非如此，只是云安身边的一个小太监，叫慈宽。慈宽？本宫倒是从未有听闻啊。娘娘，他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杨直交给他一封信，命他代为保管。且在杨直死之后，这封信便要被呈给皇上。那封信上不会是写着聂无双是离国的细作，一直利用杨直办事，杨直的死必与聂无双有关吧？娘娘圣明，这杨直老奸巨猾，不容小觑。他还打算事成之后全身而退，带着慈宽回家安享晚年。哼，怎想到头来却是为本宫做了嫁衣呀！哼，本宫正愁着用什么方法让皇上对聂无双彻底丧失信任呢？这下可好了。杨直啊杨直，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本来本宫还想着留着你的一条小命，而如今你死，便是对本宫最大的帮助了。焦桐明白。还有，你替本宫去告诉淑妃，大理寺的莲妃娘娘，让她多吃点苦头。哼，以她那小身子骨，恐怕撑到沉冤得雪那一日，都是不易。但记住，只是折磨。在他说出晴儿的下落之前，给我留着他的一条活路。诺。究竟在哪儿啊？
娘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你找回来。聂无双，这一次，本宫绝不会放过你。压什么呀？啊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吵什么吵？莲妃娘娘病了，快去传太医，这里是大理寺牢房，官的侵犯。快点进来啊！就听天由命吧。来，是你该想想清楚吧。这里面关的可是皇上最宠爱的莲妃娘娘，万一她要是你三长两短，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莲妃娘娘，那个倾国倾城为皇上殉葬的莲妃娘娘，那是以前的事儿了。蒋宫女别太天真了。来，接着来。快点！再来一把，让我赢一把呀！我得把本捞回来啊！这烧还是不退，姐姐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姐姐，你可定要挺住啊！等瑞王回来，他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夏兰，想办法通知瑞王妃，若瑞王回来了，让他千万不要来救我，也千万不要来大理寺。皇上不喜人王，但有我哥与瑞王，大兰还能挺得住。若皇上连瑞王也信不过，那一切就不堪设想了。姐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皇上如此对你，你还想着他的江山社稷？你不会明白的。为了天下，皇上还有瑞王都不能有事。可不可以来一杯水？水！求求你给我一杯水！姐姐，走！走！来，给你！参见殿下，参见殿下。你们赌钱的声音在大理寺外都听见了。小的知罪。本王要见莲妃娘娘。殿下，皇上有旨不？你想让本王将你等赌钱之事告知皇上吗？不敢，小的不敢，不敢。殿下请，都收起来。快收起来。姐姐，你看谁来了？莲妃娘娘。清源，是云安殿下。娘娘落难之时，我正在为母后做法事，因而未能来得及赶回，不然。这是无双的命运，与殿下无关。子宽，你先退下。诺。娘娘，这里面是一些糕点，还有这瓶药，给娘娘服下。好。这个披风，你们留下。多谢云安殿下。我还是喜欢娘娘还我清源。以往娘娘多次救过我，现如今娘娘落难，我又怎能弃之不顾呢？姐姐，你将药吃下吧。我是陪着云安殿下来探莲妃娘娘的。给你的信收好了吗？我一直在身上藏着呢。公公，里面写的是什么呀？
宁愿你一辈子都别将它打开。公公，我是给你带了点点心。如此糊涂。所谓当局者迷，毕竟皇上最近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，已非常人所能背负。我们都不相信是莲妃杀了太后和皇后，可如今人证物证对她非常不利。我私下去大理寺见过莲妃，她现已身患重病，还好有夏兰陪着。我去找三哥。大理寺，莲妃如何受得了？五哥，你都不晓得那日皇帝哥哥在御书房有多生气。我们让瑞王妃拦着你，就是担心你一时冲动坏了大事。云妃娘娘怀有皇嗣，又深得皇兄的信任，娘娘对此事有何看法？依我来看，皇上对莲妃并非无丝毫情意。只是如今证据确凿，不易推翻，皇上没有台阶可下。我们要做的是，给他搭一个台阶。若是有一个皇上信任的人，跟他说明这事情的利害关系，由瑞王加以安抚，相信此事未必没有转机。还有，只要告知皇帝哥哥，莲妃在大理寺中生病，若他命人前往医治，便证明他已心软了。我去大理寺见到莲妃与夏兰的时候，他们特别的憔悴。皇兄若是知情，不会那么狠心的。不如这样吧，便由云安殿下去跟皇上说莲妃娘娘生病的事，然后我再去大理寺接她面圣，在病情上说得严重一些，皇上就算是再铁石心肠，也会于心不忍。至少能让莲妃从大理寺再搬回元秀宫。瑞王妃想的真是周全。就先依你们吧。在第一批说客后，本王便亲自去御书房。姐姐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还好云安殿下留下了药，否则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你先睡吧，我在这陪着你。皇上，天气这么冷，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。这些事你交给下人去做就行了。你现在已临产在即，保重自身为要，知晓吗？眼看皇上日渐消瘦，臣妾恨自己不能替皇上分忧。你们个个岂非也愁眉苦脸吗？说吧，是否来为莲妃求情啊？皇帝哥哥，云乐相信莲妃的为人，她是绝对不会害皇嫂的。这几日，朕听了不知多少这种话，但是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说朕该如何处置？所谓物证，在宫中随便买通几个人便可轻易实现。这样的愿望，莲妃已经受过一次了。
云乐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。皇兄，就算一时找不出杀害皇嫂的真凶，那也可以将莲妃娘娘先从大牢里接出，再做安排。外面天寒地冻，大牢里面更是潮湿阴冷。臣弟去看望过莲妃娘娘，她高热不退，情况特别危急。为何没人告知朕？皇上，宫里人见风使舵，如今莲妃入狱，狱卒落井下石，自然没有人通报上来。臣妾明白，皇上想等瑞王回来查明真相之后再做定夺，可是臣妾担心，若不及时医治，莲妃她等不到那一日了。命太医署派人去大理寺。皇兄，臣弟已求瑞王妃赶往大理寺，请皇兄恕臣弟先斩后奏。启禀皇上，说吧。刚收到大理寺狱卒来报，杨直在狱中毒发身亡了。杨直死了？是的，小的觉着，杨直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呢？派人去查。诺。皇帝哥哥，事到如今，此事已再清楚不过了。但杨直定是怕事情败露，牵连更多。传朕旨意，将莲妃娘娘接到御书房来见朕。遵旨。臣父参见皇上。起来说话吧。谢皇上。启禀皇上，臣父已为莲妃娘娘把过脉，莲妃娘娘病情加重，脉象虚弱，需要多加休息，切不可在寒冷潮湿之地久待。聂无双，你真的不曾见过那副耳坠吗？无双已知无不言，不敢欺瞒皇上。那杨直之死，你也毫不知情？你可有什么话要对朕说？无双被冤枉没什么，但不想看到真正的凶手继续在宫中逍遥，蒙蔽圣听。若无双的死可以让皇上安心，令大兰和平，无双宁愿一死。启禀皇上，明月宫的慈宽求见，还有大理寺的狱卒已查明杨直的死因。皇兄，慈宽是云安身边的人，你怎的来了？皇上，小的今日来是为了杨公公之死。小的刚入宫不久，元秀宫的杨直公公对小的很是照顾。有一日，杨公公突然给小的一封信，说是哪日他若发生什么不测，便将这封信交给皇上，告知皇上是莲妃娘娘下的毒手。小的感恩，便替杨公公保管了这封信。方才小的才知，杨公公已……因此便将这封信呈给皇上。此信你看过吗？小的发誓未曾偷看。把他先押下去。皇上饶命啊！小的什么也不知晓啊，皇上。说，你还有何发现？回皇上，小的已查明，杨直公公是食糕点后中毒身亡。经太医检查，糕点内含有大量的鹤顶红。小的还在关押莲妃娘娘的囚室中查到一模一样的糕点。不可能，那糕点是云安给莲妃娘娘送过去的，如何会出现在杨直那里？又怎会有毒？聂无双，
你为何从头到尾不发一言？莫非是因你想不出任何辩解的方式吗？因为无双早已知晓这封信的存在。如今你又早已知晓。此前你不也说，对朕已是知无不言了吗？早在我识破杨直身份之时，他便以此威胁。我不曾想到，杨直会突然暴毙。朕也未料到，你我之间竟会以此种方式了断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若皇上不信任无双，无双宁愿一死。皇兄三思！武帝，皇兄，此信有可能是杨直要陷莲妃于不义的奸计。若是莲妃真的要杀杨直灭口，他不会笨到留下如此重要的证据。武帝，此事关乎兰国安危、军政机密，并非简单的后宫争宠。朕是不会赌的。朕宁愿错杀一个妃子，也不会放过一个细作。若莲妃真是细作，她为何在瘟疫横行之时救兰国百姓于水火？他又为何要在皇兄假死之时为皇上殉葬？天底下岂会有如此傻的细作？臣弟认为，这很有可能是离国的阴谋。目前看来，莲妃若真是高阳安下的妻子，那我们真要好好加以利用，将离国不与兰国的细作一举拔除。到时，再取莲妃的性命也不迟。这个是你真实的想法，岂非私心？三哥，臣弟不敢，亦不会将兰国的政事轻待。查明真相后，若莲妃果真为细作，她是我带回来的，我会亲手杀了她。皇上，不好了！说，新军有一队人马在瑞王的画舫上被杀了。皇上，属下昨日在江上看到瑞王的画舫，便带人过去看看，没想到九死一生才逃了出来，其他人皆被杀了。何人在画舫？画舫之上有一队离兵，还有谁？还有离王高阳。怎么可能？离王高阳如何会在你的画舫之上？臣弟为打造此事而奔波，无心过问家事。昨日听闻，我的画舫失窃了。求皇上恕罪，是小的未曾及时禀报瑞王殿下。瑞王为了打造此事一差，业已变卖了大半个瑞王府。瑞王对皇上的忠心，实乃天地可表啊！好一个天地可表！萧凤清，你老老实实的告知朕，太后跟皇后究竟是不是你与莲妃所害？
皇上。谢皇上让我见云安，即便一日亦是珍贵。皇上以德报怨，老妇回忆如流放的湖。皇上，你不要丢下云乐一个人，母后你请怎样才算得到去幸福？拿些酒来，朕欲与皇后对饮。皇上，去。诺。往事翻涌浪推。臣服，只是人心早已作苦，何来终生托付？过段时间，朕定会将紫眼重新送回你身边。臣妾无能，不能为皇上分忧，反倒给皇上平添了许多烦心事。子东放心。无论怎样，紫眼是朕的儿子。
皇上，臣妾打扰皇上了。最近臣妾总是会梦见表姐。你梦到梓潼了？她与你说了些什么？表姐她放心不下皇上，要臣妾好好照顾皇上。若皇上定要将此酒饮尽，方可释怀的话，福香愿意替皇上饮下。但福香恳请皇上需要保重龙体。如今兰国大敌当前，后宫可以无主，但一国不可无君啊！臣妾深知皇上的心意冷透，臣妾向来笨拙，不懂讨皇上欢心。可皇上如今的孤苦，恐无人能及臣妾明白。对于后宫之人而言，他们失去的是太后与皇后；可是对臣妾来说，失去的却是从小疼爱福香的姨母与表姐。看来孤苦的不止朕一个人。瑞王与莲妃让皇上如此痛心，但皇上切莫忘记，还有许家。我们许家是永远都不会辜负大来，背叛皇上。就算后宫所有嫔妃都离皇上而去，福香也会永远留在皇上身边。